今日咧，我哋要學習前行中嘅一個咧，睇起嚟咧好短嘅四無量心偈。大家可能會覺得，哎呀，呢個應該好簡單，念一下就過去啦。但係你冇諗過啊，呢度裡面啊有住着深嘅意義，有住好多層嘅含義。嚟啦，我哋嚟學習今日嘅四無量心偈嘅心意。請輔導員麗麗助教嚟分享今日嘅 PPT。第20課四無量心偈嘅心意。四無量心偈係啲乜嘢呢？大家應該都非常熟悉啦。願一切眾生具足樂及樂嘅因果，亦都就係樂嘅因，樂嘅種子。呢個係慈無量。再嚟，願一切眾生脫離苦，以及苦嘅因，苦嘅種子。呢個好深噶，呢個係悲無量。願一切眾生永住無苦安樂，呢個係喜無量。願一切眾生棄愛恨，棄掉愛恨嘅心，而住喺平等廣大嘅心之中，呢個係捨無量。咁樣佢嘅心意係啲乜嘢呢？首先第一點，師尊喺《真佛密中密》呢本書中寫，念四無量心偈就係要觀想佢嘅意思，一定要觀想，一定要想念，想出佢嘅心意，唔止係念啊，有口無心咁念，而係要知道佢嗰個意思，佢嘅心意係啲乜？呢個係第一點。第二點咧，佢嘅心意係啲乜嘢咧？就係俾一切眾生快樂，解除眾生嘅痛苦及苦嘅因。然後咧，喜就係歡喜無量地去做所有呢一啲。第四，呢個就係平等無分別，捨棄一切嘅分別心，平等，而且咧做所有呢一啲，發所有呢啲心，做所有呢一啲都係無求嘅，用無求嘅心去做所有呢一啲，呢個先係真正嘅捨。咁樣更深嘅含義係啲乜嘢呢？喺小小叮嚀呢本書中，師尊有寫，就係第三點。大家仲記得嗎？所有嘅佛法都係藥，都係嚟對治病嘅藥。咁樣慈悲喜捨係對治啲乜嘢嘅呢？我哋嚟睇，第一，用慈嚟對待順境之人，而對治我哋嘅係妒忌之心。諗諗看啊，慈就係當我哋睇到別人好盛嗰個時候咧，一切都好好嘅時候，我哋就會生起歡喜嗰個心，慈嗰個心，而唔能夠生起妒忌嘅心。睇到別人過得好好，唔能夠生起妒忌啊！所以咧，對嗰啲過得好好嘅人，我哋要用慈嘅心。哎呀，太好啦！佢過得好好，而且最好所有嘅眾生都能夠過得咁好、咁快樂。對，咁樣嚟對治妒忌。悲咧就係睇到嗰啲好辛苦嘅人，我哋生起悲嘅心，希望佢哋能夠脫離苦及苦因。呢個係用嚟對治乜嘢呢？
對治冷漠嘅心，唔能夠睇到受苦嘅人生心冷漠，而係生生無量嘅悲。咁樣去對待喜嘅係乜嘢呢？喜係對待有德之人嚟對治我哋嘅惡心，亦都就係乜嘢呢？對待嗰啲善人、好善心嘅人、有德之人，我哋要隨喜佢哋嘅善，唔能夠產生惡，所以用喜心嚟對待嗰啲有德之人。最後呢，對待無德之人，要用捨嘅心，就係嗰啲我哋所謂嘅壞人，我哋亦都要捨棄對佢哋嘅討厭、唔喜歡，甚至係憎惡嗰個心。所以捨係讓我哋對治我哋嘅唔平等嘅心。想不到吧？慈悲喜捨係對治4種嘅心啊！對治妒忌，對治冷漠，對治惡心，對治不平等嘅心。仲有，我哋再睇落去一頁，想不到吧？一個四無量心偈竟然寫咗2頁滿滿嘅 PPT 啊！可見佢嗰個心意。第4點呢，師尊喺定中之定呢本書中有寫，其實呢，四無量心就係梵行，亦都就係清淨行。人有咗清淨行呢，本尊就會下降，就成為二人同行，亦都就係修咗四無量心。我哋嗰個心先至係清淨，我哋先至會有咗嗰個清淨行。因為呢個清淨行，佛菩薩本尊先至會下降。佛菩薩下降喺我哋身上，喺我哋身邊，先叫做二人同行。我哋行者跟本尊同行，四無量心何等重要啊！第5點，亦都就係定中之定，師尊寫四無量心不僅具足咗功德，而且可以使到我哋行者心情同埋情緒穩定快樂，定入甚深嘅三摩地。可以理解吧？你四無量心嘅，當然心情就會穩定啦，情緒就會穩定，心情就會快樂。有穩定快樂嘅心情同埋情緒，先至能夠進入到三摩地啊！再睇第6點，師尊喺2010年1月嘅3號法會上邊開示，乜嘢叫做無量捨呢？行者捨掉咗自己嘅時間、金錢，甚至生命跟力量去幫助眾生，呢個就叫無量捨。捨掉咗自己嘅時間、金錢，甚至生命同埋力量為眾生，叫無量捨。下面呢段話非常重要，請大家仔細聽。師尊講，我哋每一次嘅修法都一定要發四無量心。既然念咗發四無量心，你就要守你自己嘅誓願。記得啊，你念咗呢一個，發咗呢個心，就係發咗誓願。你就要守住呢個誓願。師尊講，密教嘅行者，你只要係皈依真佛宗，你就要發四無量心。大家都係皈依真佛宗吧，都係真佛同門吧。咁樣只要皈依咗真佛，
就要發四無量心，就要守住呢一個誓願。請問大家做到啦嗎？最後第七點，師尊喺小小叮嚀裏面寫，修行慈悲喜捨就係增加自己福德嘅方法，係資糧道嘅修行。資糧道嘅修行啊，還不是這樣，係加行道之前嘅修行啊，係資糧道嘅修行啊。如果慈悲喜捨唔到位嘅行者，不能得定得止，絕對唔會有成就，好嚴重㗎。呢個增加福德嘅方法係資糧道啊。如果慈悲喜捨不到位嘅行者，係唔可能得到定得到止嘅，不會有成就，唔會相應嘅。所以請想一下，反省一下自己嘅修行。如果你覺得自己不能得定，心不能安住，咁樣思考一下，反省一下，係唔係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唔到位呢？好，咁我哋就知道啦，四無量心係如此重要，就讓我哋嚟實踐吧。頂禮感恩真佛宗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，真佛宗網絡電視台提供。版權警告，請勿用在非法商業用途。敬師重法實修，請先皈依灌頂，感恩。